较大咱有名大地啦，知影。即摆就讲分起来嘛，土拢分起来，啊，就是说变成小岛呢。哦，咱来讲大，哦，大很一船一大只，伊嘛才走去，即摆无大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柳营吼，有一个足特殊的讲，咱像是咱教育部的啥吼，有哦，即摆有记载讲，大地小王船，哦，即摆这嘛是已经有成为一个历史的记载了，就是陆地内底咱小王船，哦，这个过程。古来里边。好的。古来里边呢，哎呦，牵去到柳营国小啊呢，国贵，国去到铁线桥哟。这个讲哦，咱对神话嘛是落。神话对对啊。系拢是落，因为无咱前啊神话，才会甲咱捡到这只王盾，捡到了，所以人即个大地主遐就拢开始咧拜咱咯。所以每一个柳营这阵神话咧出巡的时阵吼，咧出巡一定爱来咱大天二家，哦，只讲咱大天二家，甲咱就来敬祷。哦，这就等于伊个元素了，对啊，所以来遮拜完，请咱王爷公，哦，会因遮，啊，因遮可以出巡，哦，安尼。安尼所处的大天主，迄嘛是安尼。伊就是讲，伊咧王盾，伊即马有以前咱的政府吼，伊已经有登记啊，即个因有登记在案，就是这只船，因的代表性的这只船。啊，这只船呢，就是咱柳营大天二，咱的小王盾，捞对的。所以笑着，所以就是从咱大天二为主，所以每一间伊若咧出巡，一定咱柳营大天二来遮敬祝，哦，拢会按做这动作。啊，阮拢阮即个去好笑的嘛是，阮就是部落才家己接起来，哦，阮会家己接起来咱大天二咧。啊，咱咧欣赏咱的大天二的用工作，甲请过里面啥物一同来出巡，哦是安尼，对咯。啊，这只离咧大天爷你远啊，这离大天殿多呀。这个贵哦，几百公尺呢。选这个所在做关怀据点，你早只公厝呢？哦，这是爱问明白。本来一早哈，对哦。市政用讲迄个啥做这定是要食啦，啊结果哈，迄阵啊以早就讲，即马就是咧要甲通过迄边啦。啊，即马一个是讲吼，爱住遮，这上中心遮爱住遮就对了。中心。啊，遮若真正做这个吼。